三关九口会问三宝，问点传师，问银宝师名字，那这样怎么办啊？求到日期，以前没有电脑记录，现在有电脑记录，搜寻找资料比较容易。还有问你有没有亲口啊？有没有做人才、做讲师、设佛堂、行公疗院的情形？担任什么天职？问进程呢？还要问你十条大愿呢，三宝还要会哦。